天地万物拢造齐了。到第7日，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伫第7日休了伊一切的工，安休了。上帝祝福第7日定为圣日，因为第7日上帝休了伊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休了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伫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安尼。野地也无有草木，田中的蔬菜也袂发出来，因为耶和华上帝也袂落雨伫地上，也无人耕地，但有雾气对地上升，滋润遍地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造人，将坏气分伫伊的鼻孔内，伊就生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阿当。耶和华上帝伫东边海殿立了一个园仔，将所造的人安置伫迄边。耶和华上帝互逐样的树仔对地里发出来，好食阁好看。园仔当中阁有活命树，甲分别善恶的树仔，有河对海殿流出来，滋润迄个园仔。对迄边分做4条，第一条名叫比顺，就是西流哈维拉全地，伫迄边有金仔，并且迄地金仔是好的。伫迄边阁有珍珠甲红玛瑙。第2条河就是基顺，就是西流古实全地。第3条河名叫底哥利斯河，流伫亚述的东边。第4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。耶和华上帝将迄个人安置伫海殿园，互伊修理看守。耶和华上帝吩咐伊讲：园中逐样树顶的果子，你也通随意食，只是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，你袂通食，因为你食的日子必定死。耶和华上帝讲：迄个人家己大唔好，我要为伊做一个看守，帮助伊。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逐样的走兽，甲空中逐样飞鸟，拢带到迄个人面前，看伊叫啥物，迄个人安怎叫逐样的活物，迄就是伊的名。迄个人便甲一切青生甲空中的飞鸟、野地走兽拢号名，只是迄个人无拄着匹配帮助伊。耶和华上帝互伊困落眠，伊就困了。自安尼，取落伊的一条白仔骨，佮甲肉合起来。耶和华上帝就用迄个人身躯顶所取的白仔骨，做成一个女人，带伊到迄个人面前。迄个人讲：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会当叫伊做女人，因为伊是对男人身躯顶取落来。因此，人爱离开父母，甲母仔囝联合，两人做成一体。伫迄当时，翁某两人赤身裸体，并无见效。